弟兄姊妹平安，歡迎大家嚟到聖經主線大追蹤讀經計劃。我哋鼓勵你依家聽一次，然後喺中午或者晚上打開聖經再讀一次，讓我哋一同建立每日讀經嘅習慣。今日係11月27號，經文係彌迦書2章1至到13節，主題係控訴以色列和猶大的種種罪行。我哋一齊聽下今日嘅經文。禍哉！那些在床上圖謀罪孽、造作奸惡的，天一發亮，因手有能力，就行出來了。他們貪圖田地，就佔據；貪圖房屋，便奪取。他們欺壓人，霸佔房屋和產業。所以耶和華如此說：我籌劃災禍降與這族，這禍在你們的頸項上不能解脫，你們也不能昂首而行，因為這時勢是惡的。到那日，必有人向你們提起悲慘的哀歌，譏刺說：我們全然敗落了。耶和華將我們的份轉歸別人，何竟使這份離開我們？他將我們的田地分給悖逆的人。所以在耶和華的會中，你必沒有人拈鬮拉準繩。他們說：你們不可說預言，不可向這些人說預言，不住地羞辱我們。雅各家啊，豈可說耶和華的心不忍耐嗎？這些事是他所行的嗎？我耶和華的言語豈不是與行動正直的人有益嗎？然而近來我的民興起如仇敵，從那些安然經過，不願打仗之人身上剝去外衣。你們將我民中的婦人從安樂家中趕出，又將我的榮耀從他們的小孩子進行奪去。你們起來去吧，這不是你們安息之所，因為污穢使人毀滅，而且大大毀滅。若有人心存虛假，用謊言說：我要向你們預言得清酒和濃酒，那人就必作這民的先知。雅各家啊，我必聚集你們，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，安置在一處，如波斯拉的羊，又如草場上的羊群。因為人數眾多，就必大大喧嘩，開路的在他們前面上去，他們直闖過城門，從城門出去，他們的王就在前面行，耶和華引導他們。今日嘅主題係控訴以色列和猶大的種種罪行。彌迦列出以色列和猶大的種種罪行，他們用詭計和暴力來奪取他人的財產，將婦女趕出他們的安樂窩，容許滿口謊言的先知散布虛假的歡樂。他們的罪惡要把他們的土地和家園徹底毀掉。盡心思考，以色列怎樣違反上主子民應有的操守？請你察看自己現今嘅行為處事是否符合上帝兒女嘅身份？親愛嘅弟兄姊妹，願我哋一齊讀聖經嘅說話，亦思考聖經嘅內容。願神嘅說話祝福大家。再見。